所以就讲，因为伊才有足侪钱伫遐，不管讲伊才有足侪钱，伊还阁是毋是算讲足欢喜的。That's why。伊毋是足欢喜的，伊遮嘛是共款，伊嘛是无欢喜。所以不管你偌济钱，你偌少钱，你若是拢靠钱，来 live 你的 life， 拢会袂，拢无欢喜，拢无欢喜。有钱也无欢喜，无钱也无欢喜。这是妈妈，迄个 James Book of James， 雅各。这就是为雅各，所以生活之你咧约钱，就是咱咧约风共款。约钱甲约风共款。约钱，就是咱咧约风咧。约风咧。约袂着啦。约袂着，钱来呀，钱去呀，拢免烦恼。伊即个时阵就是讲，迄个即个啥，伊即个时阵看钱看无，就是钱无遐尼重要。当你足有钱的时阵，伊嘛无欢喜，无钱嘛无欢喜，有钱嘛无欢喜。有小可有钱，无欢喜，想要爱较济。伊收着足侪钱，但是嘛无欢喜，嘛会阁想要爱有较济。伊毋知影哪，甲遐钱摕去好好用，好好做好代志，无欢喜。伊头壳吼想足真好，very good。